歡迎返嚟獨裁，令你有錢嘅地方。呢一段時間，你會見到喺特朗普同埋 Elon Musk 嗌交之後，Tesla 同埋一啲主要嘅明星科技股咧，都有一啲些微嘅調整。咁你可能會諗，喺呢一刻係咪一個適合大手佈局 Tesla 嘅好機會呢？今日希望同你探討一下呢，到底喺而家呢一個高點度，我哋係咪應該真正咁去大手佈局一啲我哋想要嘅明星股？咁如果你覺得今日講嘅有用嘅話，都記得 like、share 同埋 subscribe 一聲。咁首先呢，我哋必須要明白一件事呢，雖然你見到馬斯克同特朗普兩個開戰之後 Tesla 單日跌咗14%，感覺好似進入咗一個呢相對好嘅介入點，但係呢，其實呢，真正嘅重點呢，並唔係講緊佢哋兩個人之間爭執嘅結果到底係點，而係講緊呢，其實依然呢都係關稅嘅變化，依然呢都係潛在通脹嘅風險，依然呢都係聯準會呢到底點樣去解讀而家嘅經濟數據，然之後決定減息嘅時間。所以當我哋見到其實美聯儲喺6月4號呢，佢嗰個褐皮書入面有講到就係話，目前呢經濟同埋政策嘅不確定性依然都係處喺高檔度，大部分企業同埋家庭決策呢依然都仲係好謹慎，而且整體嘅經濟展望依然都係悲觀而且唔確定嘅話呢，咁其實呢，我哋係唔應該呢喺呢個環境度呢對未來過分樂觀，又或者話呢見到呢一啲明星股稍有回調呢就即刻入場去大手佈局嘅。咁因為個原因就係我哋要明白，如果我哋明顯地見到不確定性十分之大，而且呢美國嘅經濟動能呢明顯係減弱咗嘅，然之後我哋都知道呢其實關稅政策呢有機會呢會喺未來呢幾個月呢帶嚟滯脹嘅風險嘅話呢，咁其實我哋並唔會呢係願意用一個咁高嘅價錢呢去買一啲估值已經十分之貴嘅公司嘅股票，因為咁樣做嘅話呢，其實好大機會講緊嘅嘢就係，就算俾我哋真係賭贏咗，真係短期減息，甚至乎 QE 都好啦，其實你最後攞到嘅錢對比起你真係因為崩盤而輸嘅錢呢，都係差非常之多嘅。咁我哋亦都冇必要呢單純係為咗賭呢幾個月嘅未來呢，就去冒一個非常之大嘅風險。咁所以你話喺而家呢刻，我哋係應唔應該去做一啲咁高風險嘅投機操作，例如係講買明星股呢？其實我會話呢係唔係咁理想嘅。咁就算你話當下呢刻呢，你真係想投機都好呢，其實你要關注嘅點呢，都並唔係講緊一啲明星科技股，即係唔係講 Tesla， 唔係講 PLTR， 而係講緊呢，如果你真係希望做投機，你唔介意有機會面臨一個好大嘅風險嘅話呢，咁可能呢，你一個比較理智或者一個比較優秀嘅選擇呢，就係選擇呢去投機 Ethereum， 或者選擇呢去投機 SQQQ， 甚至乎呢係投機一啲呢高估值公司嘅一啲中遠期嘅期權嘅。咁點解咁講呢？咁因為最低限度，如果我哋要思考報酬風險比呢件事嘅話呢，咁我哋就可以諗到就係，舉個例，你話如果未來真係因為減息，又或者話 QE 呢令到成個市場大升嘅話呢，咁樣可能 Ethereum 呢有機會就會喺而家呢個位置度繼續向上突破，去到可能3500蚊甚至乎4000以上嘅水平。咁所以如果你話現價介入嘅話呢，你向上賺到嘅錢呢，可能講緊有60%空間，而向下蝕嘅話呢，其實呢比較大機會呢都係講緊係控制到喺40%之內嘅，最多就係1500蚊左右嗰個水平。咁所以你就會諗到，你就知道呢，其實6/4呢係1點嘅報酬風險比，參與嘅話呢，你潛在可以贏到嘅錢係一定多過呢你喺當下呢個價位去介入 Tesla 或者夾 PLTR 嘅。因為個原因就係，當你去諗翻嗰啲熱門嘅明星股嘅時候呢，你會發現其實佢現價就算我俾你300蚊去買入，佢向上升到60%嘅機會高唔高呢？我會話係絕對有一定嘅難度嘅。咁至於你話如果真係相反啦，向住最壞嘅方向去發展，真係崩盤嘅話呢，咁我相信呢，佢嘅跌幅呢，好可能呢都會係呢至少媲美到呢 Ethereum 向下跌嗰40%嘅。咁換言之就係，如果你發覺兩邊崩盤嘅時候跌幅都一樣咁大，而甚至乎更嚴重嘅話呢，咁起碼呢，你都應該選擇一個呢喺你贏嘅時候可以賺到更多錢嘅一個標的。咁呢個亦都係點解呢？你話真係要投機嘅話呢，係並唔會優先選擇明星科技股嘅。咁當然啦，你話 SQQQ 嗰啲其實係咪一個好嘅選擇呢？其實我會話呢，對比起做 Ethereum 嘅話呢，咁 SQQQ 呢個投機嘅本質係更加強嘅，因為個原因就係，如果成個市場一路係盤整嘅，佢唔升唔跌都好呢，其實你都會有一個耗損嘅成本喺入面。咁換言之就係呢，你做 SQQQ， 如果你一路都唔喐，市場一路都唔變嘅話呢，咁你有機會呢就會係喺一個持續虧損嘅情況之下呢，嘗試去追尋一線生機。最壞嘅情況就係，如果你話呢半年都唔崩盤，完全冇反應嘅話呢，咁有機會可能係你呢有機會賺錢之前呢，你會因為持有呢一樣嘢就事先已經輸咗可能幾成嘅資金。咁所以你話佢係咪一個好嘅投機選擇？
我會話喺當下呢刻呢，你可以極少倉位呢，咁去嘗試去佈局，但係絕對呢係唔可以用一個太大嘅冒險呢去投機呢一樣嘢嘅，因為你要明白到就係，就算最後可能講緊佢有機會可以升到1倍以上，但係呢，你都要明白佢跌呢都係可以跌到1半以上，咁所以如果你話你去選擇投機佢嘅話呢，咁就唔可以用一個太大太過分嘅倉位呢，令到你呢最後呢總資產有一個太過嚴重嘅損失。咁至於你話期權嗰部分呢，咁我喺呢一度就唔多講啦，因為我覺得如果本身你知道呢樣嘢係乜嘅話呢，可能你已經有自己嘅諗法，你會判斷呢有邊啲公司值得你做一啲中遠期嘅 put。咁但係如果你話你本身對呢件事毫無認識嘅話呢，咁我都認為呢係唔係太適合呢喺度同你講咁多有關 put option 嘅嘢嘅，因為個原因就係，如果你唔擅長，而且你又唔太認識，但係你選擇去做嘅話呢，你有機會呢就會完全虧損晒呢所有你投入去嘅本金。咁呢樣嘢呢係我唔希望見到嘅。咁所以如果你本身有認知呢，可能你已經有你嘅諗法。相反，你話你冇諗過嘅話呢，咁我建議你呢就當冇聽過呢，直接跳過呢個選項就會係一個最好嘅做法。咁所以呢，其實講咗咁多都好呢，我都係會認為呢，而家呢個階段並唔係一個真正好嘅投機時間嚟嘅。絕大部分公司嘅股價都好高，成個市場不確定性好大，而且呢，我哋要賭嘅一個好消息呢，都只係要賭一啲呢未必會發生嘅嘢，並唔係話好似用一個低嘅價錢買好公司咁，你知道係5年之後一定會贏。咁所以呢，喺而家呢個咁嘅點位度，你問我自己係一定唔會選擇去做投機嘅，我唔會加倉投機倉位，我唔會特別去佈局投機。咁只不過呢，如果你話你真係要賺埋呢幾個月嘅錢，你真係要賭埋最後呢個可能性嘅話呢，先呢會考慮呢，可能優先係揀 Ethereum 或者 SQQQ 多過呢去做一啲明星科技股咁解啫。咁但係如果真係要揀嘅話，我都係會偏向呢，當下呢刻唔好做投機，淨係專注去研究呢，到底有冇邊一啲傳統股而家嘅估值唔貴，而且你認為呢，佢未來嗰5至10年依然大機會呢可以持續喺市場上面享有佢嘅優勢，嗰啲呢先係呢刻你真真正正呢最適合佈局嘅一啲優質嘅投資機會。咁希望今日講嘅可以幫到你思考到底而家呢刻你可以點樣投機，應唔應該投機，同埋其實呢，如果你想做投資嘅話，可以做啲乜嘢嘅選擇。咁我哋下次再獨裁同你講下錢嘅問題。拜拜。